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今仔日举办黄埔建校100周年的活动，总统赖清德头一届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到场教阅。针对着中国嘛招邀咱的退伍军将去中国参加黄埔校庆，赖清德强调，中华民国伫倒，黄埔的精神就伫倒。 礼炮日来一向全军礼迎宾，总统赖清德上教育车，以三军统帅身份，伫高雄凤山陆军官校主持黄埔建校100周年校庆。本身是校友的立院长韩国瑜，往那到场参加。10升15公尺的大八国旗通过司令台，要显示中华民国主权，点出创校以来旧地址大门甲服装。因为这届为着100年纪念，两化小镇卫浴权动作正式。赖清德致辞嘛特别宣示黄埔正统的精神，佮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无隶属的立场。我们坚定的确信，中华民国在哪里，黄埔精神就在那里，在这里。 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，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，才是真入关。没有这份雄心壮志，就是假黄埔。官校6校长组成校友联，踏传统的正步，重现较早夫情壮志。 管理学院第2年，行进速度每分钟102步，18学生囡仔正步练，手提3.6公斤的铁钩腰步枪，其中2个由国防大学女官校生组成，是上届大得色，马创纪录。不过，嘛是最后一届。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杀国军现代化，下令要求部队注重建训本务，踏正步行入历史。 不管是哪一种训练，那在这过程中，我们学习到的，不管是团队合作啊，或者是向心力，都是属于我们军校生最好的展现。可不可惜，倒没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